夏天熱辣辣。2026年8月7號喺香港大球場上演咗一場重量級嘅對決，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對住歐霸冠軍阿士東維拉。當日入場人數只係得38,176人，比起以前話爆滿就爆滿嘅盛況，好似爭咁啲。成場波最後嘅比數係2-1，拜仁靠金文哉同迪亞斯贏咗。踢完之後，拜仁主帥金賓尼仲笑笑口話：It's just a pre-season situation. Why be under pressure？ 如果你以為呢場只係一場普通嘅做 show 友誼賽，嚟香港拎完出場費就走人，咁少年你就真係太年輕啦！呢場波嘅背後，由歐洲球會嘅商業版圖到英超同德甲嘅戰術運用，其實背後係隱藏住咗一個精密嘅部署。講真，今次拜仁慕尼黑對阿士東維拉，好多香港球迷第一時間嘅反應係：咦，真係好似冷清咗少少，得38,000人，對比以前成4-5萬人逼爆大球場，個墟冚程度真係差咁啲。依家全球經濟大環境麻麻，歐洲球會仲要山長水遠飛過嚟亞洲踢 pre-season， 舟車勞頓，淨係講時差已經係好金啦。加上天氣熱辣辣，球員都踢到趴喺度，你估佢哋真係齋靠門票賺錢咩？錯啦，呢啲叫 global brand exposure， 全球品牌曝光。拜仁慕尼黑背後嘅商業機器同英超球隊依家喺亞洲嘅部署，其實背後涉及幾十億嘅轉播權同贊助利益。講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呢集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分享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。講起歐洲球會嚟香港踢波，其實歷史好長㗎啦。你哋有冇發覺以前啲球星嚟到真係會落場踢足全場，踢完仲會同球迷行個圈？但係近年呢，大牌球星往往只係踢半場，甚至坐足全場做觀眾齋睇唔落場，令到班球迷好鬼失望。大家仍然印象猶深嘅美斯風波，2024年國際邁阿密對香港隊，門票高達港紙4880，但美斯因傷連1秒都冇落場，坐足90分鐘做觀眾，賽後仲冇即場講返兩句，引發全場球迷噓爆同大嗌回水，成為國際體壇嘅商業公關災難。呢個現象令我諗起體育經濟學裏面一個好經典嘅周期理論。早喺2000年代初期，當英超同德甲開始意識到亞洲市場係金礦嘅時候，佢哋係用開荒牛嘅心態去開拓市場嘅。當時嘅球會管理層嘅態度係：球迷想睇乜，我哋就俾乜。但係去到近年，情況完全唔同咗，球員嘅身價喐啲都過億歐元，球會買一隻腳趾都幾千萬，球會嘅保險公司同升級球員嘅體能教練依家係惡過老虎。佢哋嘅大數據計算到，喺炎熱同高濕度嘅香港或亞洲夏天進行高強度比賽，球員受傷嘅風險會激增成個 percentage。所以你見到今場阿士東維拉冇咗馬天尼斯，拜仁嘅金美治同迪亞斯都要先坐後備席。呢個唔係佢哋唔尊重香港球迷，而係現代足球工業入面嘅精準風險管理。食得鹹魚抵得渴，球隊開季要爭幾條線嘅冠軍，邊個夠膽喺 pre-season 搏老命先？我哋睇翻今場賽事，拜仁對阿士東維拉，表面上拜仁2-1贏咗，金文哉喺37分鐘頂頭錘先開紀錄，跟住新加盟嘅迪亞斯後備上陣，短短11分鐘又入一球。後來尾段俾阿士東維拉嘅祖奧高美斯追翻一粒。呢場波嘅戰術佈局絕對係為嚟緊嘅歐洲超級杯同埋新球季鋪路。金賓尼接手拜仁之後，一直想打造一種極致嘅前場壓迫。大家留意上半場，拜仁一開始就用高位壓迫，令阿士東維拉幾乎唞唔到氣。阿士東維拉呢隊歐霸冠軍防線本來好穩陣，但係面對拜仁嘅陣地戰同死球戰術，37分鐘就失手。如果你有留意金賓尼嘅排陣同換人策略，就會發現佢刻意留起迪亞斯同金美治，等下半場對手踢到謝晒嘅時候至出嚟收割。結果迪亞斯上陣11分鐘就真係建功，但係呢個世界永遠冇完美嘅部署。拜仁領先2球之後，防線明顯鬆懈，83分鐘被阿士東維拉追翻一粒。如果唔係紐亞喺尾段上演神級撲救，隨時被阿士東維拉追和。記者喺賽後記者會追問金賓尼：
你哋領先2球，差啲俾人追和，你覺唔覺得好有壓力啊？你知金賓尼點答呀？佢反問記者點解覺得有壓力，跟住輕描淡寫咁講咗一句：呢個就係季前會發生嘅 situation， 好似好串咁。金賓尼呢種態度絕對唔係盲目嘅自信，對記者嚟講，佢哋睇嘅係90分鐘入面兩隊嘅比數，但對金賓尼嚟講，佢睇嘅係球員喺高溫高濕嘅香港大球場高強度跑動達唔達標，新加盟嘅迪亞斯同球隊嘅前鋒高壓戰術磨合，配合嘅時間點啱唔啱？喺球員體能下降至60%至70%嘅時候，防線漏洞會喺邊度出現？喺季前賽出現漏洞反而係一件好事，因為只有喺呢啲冇積分壓力嘅熱身賽入面暴露出缺點，佢先可以喺德甲同歐聯正式開鑼前去修補。如果季前賽場場贏5-0，風平浪靜，反而會掩蓋咗球隊嘅隱患。呢個就係佢講，呢個只係季前狀況嘅底氣，失敗係喺計劃之內嘅實驗成本。佢心裏面好清楚，拜仁今個夏天仲有一班國腳未歸隊，真正嘅主力陣容根本未係 full team。呢場香港嘅比賽對佢嚟講只係一場熱身賽。反觀另一邊廂嘅阿士東維拉喺8月12號歐洲中部時間晚上9點就要踢歐洲超級杯對巴黎聖日耳門，對拜仁嘅尾段反撲，其實就係阿士東維拉提前為呢場歐洲頂級對決進行嘅最後演練，跟住又要踢英超首戰對白禮頓。阿士東維拉今場嘅後備力量同換人，其實係喺度試陣，試下喺欠缺主力嘅情況下，點樣喺尾段透過換人去加強進攻。每一場熱身賽其實都係緊密計算過嘅。拜仁呢類傳統班霸，經歷咗季前嘅磨合同香港呢類商業賽事之後，返到國內聯賽往往會迅速進入狀態。金賓尼嘅高壓戰術喺德甲會繼續大殺四方，而阿士東維拉雖然喺超級杯面對 PSG 可能會遇到硬仗，但係返到英超，憑住佢哋厚實嘅陣容同教練功力，依然係爭奪前4名嘅黑馬。好啦，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分享，同埋撳埋個鐘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